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汉字之声广播电台恒春仔的思想机，由小弟恒春仔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开讲的话题是华语所讲的网络，用台语来讲，到底是网络也是网络？因为前一阵仔有朋友问我，伊讲有人讲网络，这是毋对的。爱讲网络才对，我的回答是：讲网络也是网络，拢对啦。会讲拢对，毋是恒春仔一只凊彩讲的尔。虽然我互大家感觉是，迄恒春仔是毋是搁咧唬人的啊？嘛是有可能哦。也无，请恁继续听落去啦。要来甲大家报告即个话题之前呢，我先来甲大家讲另外一个台语的词，华语叫会计，台语叫做会计。有人讲毋是叫会计吗？哪会叫会计？我用华语来做对照，恁就会了解为什么叫做会计，毋是叫会计。华语会员，台语叫会员。华语会议，台语叫会议，所以华语的会，台语就念做会。但是会计的会，毋是会员的会哦。安尼台语为什么会计念做会计？其实早前应该拢是念会计，无毋对。恁会当听真侪老大人也搁咧讲会计，但是通常一般人就拢讲会计，迄有可能是互会员的会即个音砍去，所以就有人会念做会计，毋是会计。这是毋是甲声韵学内底所讲的类化作用、类化作用有关联无？这即摆我就无解清楚啊，因为册是真久之前看过的啦，记了毋是解清楚，所以咱这先跳过。当然，你若知影吼，则麻烦甲小弟牵教一下啦，谢谢哦。虽然我知影华语的会计，台语念做会计，毋是会计。语言有即种情形，在我的感觉，约定俗成、约定俗成，安尼就好啊。若要叫人袂当念做会计，爱念会计，这我无法度兼做袂到，因为恒春是啥物鸟仔屎，对毋对？我想到一个人的故事，伫古早时有一位经学大师顾炎武先生，顾炎武先生，伊伫咧古音学的研究有真大的贡献。伊希望大家拢恢复用古音，但是到落尾，无人要插伊啊，因为时代已经无共啊，而且每一个所在的腔口嘛无共，伊嘛无法度用强制的手段叫人听伊的话。所以了解是一回事，改变又搁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回归正题，讲华语的网络，台语是讲网络，也是网络咧，请各位慢慢听我说来。华语网这个字呢，会使念做网，希望的网，嘛会使念网，飞丝结落网，来去黑暗中。比较较有问题是这个音网，所以呢，我就找出华语网这字会使念网的资料。伫古早的运输、港运、集运、运费、正运，这个资料就会当测出网的音啊。咱以文仿测来讲，测音的规则就是第一字定音用，嘛有人讲清落啦，取伊的声母；第二字定平上去入，取伊的韵母。若捌听过恒春仔台语声韵的分享，就普遍知影恒春仔咧讲啥物。也若毋捌听过，但是对这有兴趣的朋友，我日后则搁来向你详细报告测音的规则。韵母若发放这个音，
安尼切出来，就念做猛。韵母若发胖即个音，安尼切出来，就念做猛。当然啦，即种解说有人会感觉怀疑，因为时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经极，音有转移。若要安尼讲，我也毋敢讲无即个可能啦。声韵学拢是用推论的，所以每一个声韵学的学者所语的音有真侪拢无共款。以公文来讲，是1008年才修订完成，离即马嘛1000多冬的时间。我若是摕即个证据，讲华语的王会当念猛，会当念猛，恁若感觉即个讲法无法度甲恁说服，安尼阁听恒春继续甲恁报告。1820年的精补类音，这是以漳州音为主的韵书，内底就有刚下双声，文刚下双声，所以梦嘛会使发梦的音。1837年的福建方言字典，内底就用罗马字记下梦甲梦这两个音。1869年累积雅俗通15音，这是以漳州音为主的韵书，内底就有刚韵上双声，文刚上双声，就是发梦的音。1873年下英大词典，内底就用罗马字记下梦甲梦这两个音。1913年的下门音新字典，俗称甘字典，内底就用罗马字记下梦、梦、梦这三个音。抑阁有较新的2010年当代泉州音字类，恁看到这张图会感觉真奇怪，这甲咱台湾的拼音无共款，因为这是中国迄边的学者所用的。这张对照表，恁会当做参考，安尼恁就知影共款有收猛甲猛这两个音。安尼讲一对猛会使发猛的音，恁毋知影有清楚无？当我查顶面这堆资料的时阵，互我想着讲啊，这个猛吼会当发猛的音，伫真早进前，阮就拢有咧用啊啦。我举一个例来说明，恁就会了解。阿恒春啊，就去跳脱衣舞啦，佮拒捕啦，结果互警察绑去啊，绑去啊！这伫个1931年甲1932年的台语大词典，都有将这个词收入去啊。结论就是，华语所讲的网络，用台语来讲，网络也是网络，拢对啦。以上是咱汉字之声本部独家所提供，恒春是遮感谢恁的收听，后一摆空中再相会。